兄弟姊妹真平安，真欢喜看到大家踮要食来讲见面来共同敬拜咱的上帝。咱今日要用歌声来感谢主耶稣互咱的疼痛，互咱主耶稣赐予咱一切。是师主，咱一生是师主，是咱上大的福气。咱今日要来念这首，这一生上好的祝福，请咱大家用华语来唱这首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请你用最大声来歌颂赞美主，谢谢。是。
信主这条路，很像咧爬山共款。咱行山路的时候，定然拄着足侪困难、足侪危险的代志，互咱失去信心，毋知影要安怎行落去。所以，咱都爱来想，咱今日有主，咱踮伊遐咧看顾咱，咧保守咱。看像即首我所讲的，咱来勿忘山顶，步步向前。每一路拢有主的保守，咱大家到底来人即首更高处。在。
天父，咱感谢你，互阮阁一摆会使来遮一会，斗阵来敬拜保罗你。阮感谢你，甲阮同行，互阮一生有上好的祝福。主，你的大能力是阮无办法用世间人讲的话、世间人看见的面来做比例。主，你捌对阮讲，你的恩典有够阮用。当阮心事失望的时阵，你的能力就愈强大，互阮袂欠缺。即马阮特别要为阮兄弟姊妹中有身体欠安，需要做化疗，有人行动无便，需要做分娩，有亲人拄着意外的事故，肉体甲心灵拢真衰弱。主恳求你，发挥你的大能力，坚强因的心灵。互因有到遐的稳定、欢喜来度过即个难关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